大家好，我是阿高，今仔日我要来去找牛朋友佚佗。呵呵，去人家爱炸礼物，较有礼貌呢。你看。听讲有朋友上介意草啊！哪会拢无牛？牛朋友，你伫倒位？原来你伫遮，哇！你哪会遮尔大只？哇！这礼物送你，不过你袂使夹我的手哦。哇！你的草啊有好食无？你敢有介意哈？我敢袂使甲你摸？这好摸的呢！哇！这敢阁有其他的有朋友？这个有朋友看起来较歹，角足长的呢。恁好，请问恁在创啥物？阮两个咧犁田呐，阮即马咧冰土。牛朋友伫上班哦，哇，足辛苦的呢。安尼，我就等伊无闲了，再来找伊耍。我嘛要来斗相共，安尼敢会伤大力？你一定足晓的吼，爱食饱才有气力咯。有啊有啊有啊，食着啊！哇，你的喙齿哪会遮长？哇，敢有遮好食？我嘛想要食看卖。这是我的啦，毋是你的，你食饱啊？牛朋友咧白酱，哇，毋捌看过遮大只的白酱诶。牛朋友困去啊！今仔日真好耍，原来有朋友的生活遮尔赞。后摆我要搁去拜访什么朋友咧？想看卖。